来继续来看这个12岁到17岁青少年，让3个月啊，今仔日开始来注第2剂 BNT 疫苗。台北第一间注射学校是华冈艺校，全校700多个学生，有651个愿意来注射，注射率达到90%。啊，就惊这个第2剂副作用会真明显，所以明仔载是采取着线顶教学。另外，今仔日嘛开始来注第18轮的疫苗咯，是来注第1剂甲第2剂 BNT， 也阁有透蓝注射。也毋过讲，这个注射率、预约率并无悬，只有2成。指挥中心嘛来呼吁着民众爱赶紧注射。今天大部分都是第1剂的。8七1用名医国医护人员下早来到华工学校，甲囡仔注疫苗。今天是 BNT 第2剂哦。过3个月，12岁到17岁青少年总算开始注第2剂 BNT 疫苗。全校700多个学生，有651个人愿意注。校长嘛讲，有的已经满18岁学生，家长已经甲因带去注第2剂。全校最个人来到9成，不过嘛是有部分的学生烦恼第2剂副作用悬，伫咧牌仔内底早就已经准备好药啊。上一剂都没有什么副作用，我怕这一剂会比较严重。书包有带平拿可以。打了也比较安心。所以也没有说会考虑不打之类的。学校特别找实境教授来注意因的身体状况，拜五卖用全校网络教学，加上第2剂 BNT 开有心肌炎和心包膜炎出现，随来1个月若是出现胸坎白白、破心、歹喘气，来紧去医生看。第1剂，我们学校并没有任何学生出现任何的症状，所以家长其实都蛮配合的，在这个部分倒是没有担心。我们在有考虑明天可能就是都采线上上课。学校做的人多，和第18轮疫苗来比，提供 BNT 疫苗第1剂、第2剂，各有 AZ 人 BNT， 符合资格101万人，刷到22万2000人预约，预约率降2成。有可能是即马注射愈来愈便利，才互预约的平台人数变少。指挥中心嘛呼吁大家爱紧去注第2剂疫苗。